大家好，我係嚟自救恩書院嘅 KYC AI Apex， 我係隊長陳希，助隊員李明俊、關以愛、黃偉棠。今日我會為大家帶嚟一個可以幫大型建築慳翻打氣嘅系統，就係自倍呼吸共創永續呼吸未來，一套可以利用 Raspberry Pi 5驅動嘅按需通風系統，目的係終結傳統鮮風系統嘅盲目運轉。用科技去響應聯合國 SDG 13氣候目標。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喺凌晨1點鐘嗰陣時咧，嗰啲空無一人嘅地鐵站同埋商場中咧，佢哋嗰啲大型抽風系統仲係全程係運作緊嘅。呢啲無聲嘅危機咧，就係每日都會浪費超多嘅電能嘅，同埋係呢啲 cost 係嗰啲 carbon emission 喺嗰啲大型嘅 building 中嘅。冇錯啦。呢種盲目運轉會造成巨額嘅資源浪費啦，同埋佢唔識得調節人流，隨住人流量而調節啦，會令個開支更加巨大。咁我哋嘅視管系統就做出咗4大傳統。傳統嘅系統咧，佢係7日24小時咁樣恆定速率運行，而我哋嘅系統係可以監測到生物嘅情況，按需運行。傳統嘅系統佢係高碳排、僵化持久，而我哋嘅系統咧，佢係可以即時響應人流，真正做到減碳同埋節能。而我哋呢個系統咧就有3大重點嘅。第一個重點就係我哋嘅感知層，透過一系列嘅感應器去監測環境當中嘅 CO2、PM2.5、oxygen 等等。第二步就係核心大腦，用咗最強性能嘅 Raspberry Pi 5去即時處理各項大數據。第三就係我哋嘅動態管理，用戶可以透過 Web Education 即時監測當中唔同嘅實時數據，去作出一個更好嘅反應。我哋呢個系統咧就好似個循環咁嘅，第一佢就會感知嗰啲數據，第二就佢就會決定好唔好開安全嘅系統，跟住佢就會第三就會調整個空調，第四佢就會恢復嘅。跟住大家可以睇呢個 graph 啦，紅色嗰個就係一個傳統嘅系統嘅 energy consumption， 跟住綠色咧就係我哋 KYC 嘅系統嘅 energy consumption。因為咁大嘅差別咧，就係我哋幫我哋地球嚟 save 咁嘅 energy 啦。為咗認證方案嘅可行性，我哋做咗倉鼠實驗，發現小生物變得更加活躍。此外，我哋亦將 CO2 降到800 ppm 以下，以及將氧氣維持於20.9% 嘅黃金水平。我哋呢套系統嘅影響力係好大嘅。我哋預計每年可以慳翻數百萬至數千萬港元嘅電費，減少5萬至10萬公噸嘅碳排放。呢一份綠色動能咧，可以直接協助大型企業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，創造社會共融價值。我哋嘅願景亦都唔單止香港，仲希望喺 Level 2嗰陣時推導到全港範圍，例如巴士、辦公室、寫字樓、商場等等。去到 Level 3，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到全球，為全球帶嚟減少3至5%嘅用電量，亦就係減少0.01至0.02度嘅溫室嘅溫度。當中我哋而家目前喺 Phase 1，我哋期望喺 Phase 2嗰陣時，會開發一個應用程式，去融合埋我哋嘅網頁管理，令用戶更加方便。再進一步，我哋希望喺 First 3嗰度去引入一個 AI 模型，去透過機器學習即時預測當中嘅通風需求，從而更好、更快嚟節省能源，減少碳排放。呼吸理應如此純正聰明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自倍呼吸共創永續呼吸未來。我哋嚟自間書嘅 KYC AI Apex，多謝。多謝。